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最近关于万达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个王老板先是在克拉玛依，对吧？考察要投资文旅，后来又传出王老板跟腾讯、泰盟大手笔的合作，似乎感觉是吧？万达已经渡过了难关。我记得咱们在节目说了没那么容易这些眼花缭乱的债务重组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新瓶装旧酒，都是没有增量资金进来。果不然今天你看媒体开始报道了万达近20亿股权被冻结，20亿万达在线大额股权冻结。企查查信息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股权冻结，标的企业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19.79亿元，期限自2025年8月27日至2028年8月26日。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目前大连万达集团的股权冻结信息达28条，除了最新这一笔被冻结股权的标的企业，还涉及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万达文旅产业有限公司，其中冻结金额上亿的有18条，金额近20亿的共2条。什么意思呢？就是王老板继续渡劫这个同样越陷越深，没能走出泥塘的还有万科。不要以为深圳国资委、深圳地铁给万科借钱就能解决问题，对吧？你借钱这个可以把它债务往后延，债务暂时不暴雷，但是你万科还需要自身造血。深圳地铁给万科借钱，这个钱都有特定用途，它主要用来置换这个金融机构的贷款，应该这么理解但是你说万科它欠开发商欠那个什么承建商、供应商，对吧？这些钱他得自己想办法，要不是卖资产，要么就是他的造血，对吧？去还这些钱。这个叫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处断。今天有媒体报道说8月28日，惠誉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3C 加下调至3C 减。惠誉还将其子公司万科地产，简称万科香港，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3C 下调至3C 减，将其高级无抵押评级以及未偿高级票据评级从3C 下调至3C 减。啥意思呢？翻译一下也就是惠誉对万科评级下调，主要担心的就是万科企业流动性进一步恶化。他没有因为大股东，对吧，给他借钱说他流动性好了，反而认为他流动性进一步恶化。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万科造血能力有没有改善你造血能力改善了，假以时日，对吧？你这些账都能还得清。如果你造血能力不够，你这个账只会越拖越多。惠誉认为作为该房地产开发商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及时且持续的支持对万科企业履行其财务义务至关重要，因为惠誉预测其自由现金流在短期内将保持负值，也就是万科自身没有造血能力说2025年上半年万科企业销售额同比下降46%至690亿元，低于惠誉此前对全年40%降幅的预期，也就是超预期的降幅2025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同比下降51%，降幅较第一季度40%跌幅进一步扩大。万科企业销售额表现逊于中国百强房企同期12%的平均降幅。惠誉现预计万科企业2025年销售额将下降45%，2026年将下降30%。惠誉认为销售额下降已对其自由现金流和流动性状况造成挤压。万科企业2025年上半年签订了价值64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处置协议，实现现金回款40到50亿元人民币。惠誉认为说及时执行资产处置并收回现金，对支撑公司现金流动性至关重要。惠誉预计该公司2025年将获得100亿元人民币资产处置所得，以补充其现金流，但该所得款项存在时间不确定性和执行风险。这个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就是你资产处置，你处置给谁在这个行情下，谁会接你的那些底商，对吧？你的这个什么商场，你没看见万达的王老板那商场都卖不掉吗？最后只好打包给原来的债主，对吧？债主不要也得要，捏着鼻子的要不说那么多了。总之这个碧桂园暴雷，融创暴雷，对吧？
吧？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暴雷之前啊，都经历了这个国际3大评级机构的这个评级下调，这个大家都还记得吧？我记得这个房企暴雷密集期啊，对吧？那都是股债双杀，完了收盘以后，房企就开始辟谣，对吧？然后网上就各种传言说这个公司暴雷了，然后房企开始辟谣，辟谣完了之后要发律师函说他没有暴雷，这么搞个2次之后，终于爆了。这个评级机构一旦给一个公司下调评级，就会影响到它发债，影响它融资。当然了，万科现在也不打算融资了，那只能靠大股东借呀，对吧？这个还是深圳地铁厉害，你把它评级调得多低，反正深圳地铁都给它借钱，就是任性。我们看啊，这个最近啊，这个各地的地王是频出，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杭州、成都还有上海，恨不得3、5天的就刷新一次楼王，对吧？地王，那个上海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应该上个月吧，卖了一个地块，就地面价啊就已经是20万一平米，那盖完之后至少40万一平。今天这个经济观察报啊，它有一篇文章，标题也很有意思，就叫抢地魔咒。它主要讲什么呢？就讲2024年第4季度以来，在楼市成交回暖及好房子政策影响下，部分热点城市土地市场火爆，但随着政策红利消退，多数新拿的土地开盘遭遇去化难题，部分地王项目选择延迟申请预售许可证。翻译一下就是很多拿地的开发商，对吧？又被套了。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这个经济观察报是国务院下面的媒体啊，正经的喉舌。他说整个2025年夏天，王骁都在为卖房发愁。他负责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共有460多套住宅，5月开盘至今累计卖了150套左右，全部8折销售，整体去化率接近30%，预计无法完成年底清盘的任务。王骁是一家 TOP 10房企的北方区域项目营销负责人。他说啊，2024年9月底新房成交开始好转，他所在的房企加大拿地力度，所以今年所在城市的在售项目超过10个，只有3个项目卖得好，多数项目出化率不到30%。有类似经历的不止王骁所在的房企。一位房企营销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2024年4季度以来，在楼市成交回暖及好房子政策影响下，部分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爆，但随着政策红利消退，多数新拿的土地开盘遭遇去化难题，部分地王项目选择延迟申请预售许可证。王骁负责销售的项目位于今年1月拿地，春节后开始续客。彼时在926楼市新政影响下，房地产市场正经历一轮上行期，抢到地的房企都卯足劲缩短开盘时间。该项目从拿地到开盘用了4个月。5月项目开盘时，楼市已经进入常态，由于前期续客较多，且项目位置处于核心区，开盘销售了近100套。当时这一业绩已经超过预期，项目方乐观地认为年底可以清盘。从6月开始，项目去化压力开始凸显。王骁告诉经济观察报，与开盘前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带看量锐减，销售人员打1天电话都约不到1个访客，成交量也大不如前。6月至今，成交量有50-60套。你看看啊，6月开始，对吧？这新房就是断崖式下跌啊。那个这是经济观察报说的。王骁说，项目去化难，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赶上政策红利。2024年926楼市新政出台前后，他所在的房企开盘了4个项目，只有1个项目卖得不好，另外3个去化率均超过50%，其中1个接近清盘，那也就是还有2个还没有清盘，还有很多房子要卖。2025年以来，王骁所在房企新开盘的5个项目，其中3个项目去化率低于20%，1个项目的去化率在20%左右。那你说这个房企暴雷谁暴雷呢？房子只卖掉1/5，还有4%卖不掉。说王骁项目所在的城市区域市场分化明显，核心区市场成交较好，郊区处于滞销状态。但从今年5月以来，核心区的项目也出现滞销，甚至同一个区域的2个项目，一个卖得好，一个却卖不动。一家地方国企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他们在上海的一个豪宅项目之前受到市场极大关注，成交也不错。今年2季度以来，项目销售变得难了起来，从2季度到现在1套也没卖出去。不仅是我们的项目，大部分豪宅都差不多。这里面很重要了啊，我们每天都看到上海的豪宅秒光，对吧？7000万一套的房子1天就卖完。但是你看看经济观察报怎么说的，我刚才说了，经济观察报应该是国务院下属的媒体啊。经济观察报说啊，上海的豪宅，而且是一家地方国企人士告诉的，他们自己在上海的一个豪宅是受到很大关注，但是2季度之前成交不错，但是2季度以后啊，项目就卖不掉了。2季度到现在1套都没卖掉，这是上海的豪宅啊，那怎么天天我们看到都是豪宅秒光呢？日光盘呢？而且他说了啊，不仅是我们项目，他说上海大部分豪宅都差不多，所以你
你看看这媒体啊，你不知道信哪个的，一边是上海的豪宅日光，一边说上海的豪宅2季度开始一套都卖不掉。说北京市场也有类似情况，保利和金茂联合开发的北京朝阳3间房2个地块，均在今年5月开盘，截至8月28日，2个项目晚签率分别是25%和11%。北京海淀珠房2个地块从拍卖时便备受市场瞩目。今年5月30日啊，真云雅苑开盘，截至8月28日，这3个月过去了啊，网签11.5%，3个月只卖了11.5%，就卖了1/4。6月6日，海燕雅苑项目开盘，截至8月28日，也将近2个半月，网签率只有44%。你看，经济观察报说啊，这豪宅也不好卖。2024年4季度以来，随着926楼市新政效应显现，主要城市的楼市成交量迅速恢复。以央国企为代表的房企开始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抢地，多个城市的土地价格刷新历史记录。上述房企营销负责人介绍啊，2024年11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恢复相对明显，主要1、2线城市陆续推出不少优质土地，吸引了中海、华润置地、保利、绿城、建发和金茂等房企争夺。这些豪宅啊，就是核心地块、楼王、地王，咱就不介绍了，平时都介绍很多。说上述房企营销负责人说，2021年以来，房企重点压住土地市场有3次。他说，房企深耕一个城市的趋势逐渐明显，比如杭州市在滨江和绿城的业绩中占有绝对的份额，北京市场在中海的销售业绩中占比超过3成，广州在保利和越秀的销售额中占据相当比例。这个符合咱们的判断啊。咱们以前就说了，恒大暴雷的时候咱就说了，以后全国性的房企会越来越少，对吧？不需要全国性的房企，以后都是那种深耕本地，因为你对本地了解，对吧？以前那种一套图纸啊，从海南干到东北，这个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对吧？你的本地化，海南的房子是海南的特色，对吧？这哈尔滨的房子就是哈尔滨特色。这个房企拿地啊，集中在第一次2021年上半年，第2次是2023年。很多房企认为啊，疫情期间积压的需求会在未来2、3年陆续释放，所以他们就加大拿地。第3次是2024年4季度以来，这些央企啊，在1线城市及部分2线城市核心区疯狂抢地。上述房企营销负责人介绍，虽然这一轮房企抢地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核心区域，但从目前这些地块项目销售来看，卖得好的项目不多，多数地块遭遇去化难题，部分新房开盘即按照备案价7.5折销售，依然卖不动。就是这核心地块啊，新房也卖不动，这都不是好消息啊。这个实际上，如果下半年，对吧，这些拿了地王的，如果卖不动的话，那就彻底熄火啊，那也没有暴雷的房企，对的，所有的央企开发商，他们的好日子到头，对吧？因为他们手上拿了大量的地啊。咱们以前就说了啊，在这个行情下，你拿的地越多，你就手上包的炸弹越多。这回又赌错了，对吧？你老是赌政策有什么用啊？你得赌这个韭菜收入有没有涨，对吧？你要赌韭菜他买房的欲望意愿有没有涨，对吧？你老赌政策一出管3个月，这些韭菜买房啊一招不慎，对吧？半辈子白干。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武汉的一个业主，那叫一个惨。大家看视频啊。发商知道这是周公园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他可能卖的还要贵，还贵。对。你从这里看到这个湖，你从这边看到这个湖，2个湖嘛，前面阳台也能看湖，后面也能看湖。这边是次卧是吧？这次卧，这边次卧啊，次卧是直接看湖的，直接看湖的。这边就是个工位，还有家里卫生做的真是干净。然后这边是主卧是吧？主卧卫生间。对，主卧是看这个湖。主卧的看这个湖，对的，两边湖。主卧是看这个湖，次卧看那边那个湖，听掉头，真的是要听头的。别人买那个拎包入住的，可能家里要刷一下墙搞一下。要是买你们家的话，就是2年，搬个被窝行李来就行了。对，就是2年，没住到2年。这个是您姑娘名字？姑娘名字，姑娘名字是吧？结婚了吗？结婚了，有小孩。然后他名下还有其他房子吗？没有，就那一套。正常面积是121.8，当时买的是多少钱？也就我3年的170万。170万加装修接近200万。当初买的是14000对吧？啊，那差不多，因为我前2天卖的那个它是13000，它面积比你小一些，你这个面积大一些，你贵一些是很正常的。加上你的楼层，说句实话也比它好。它那里1个湖都看不到，你这里2个湖可以看，加这装修七七八八的，一共花了多少钱呢？接近30万了。接近30万。30万。相当于你搬下地就是200万。200万，是吧？然后价格呢？你现在是想卖多少钱？
我想买，就前期的话是挂的是113，118，后来降了5万，就是113是吧？然后我们来就直接谈个底价呗，整个一口价呗，就跟我卖那套房子一样。就90万，将近90万。这个贷款，您现在能筹一部分钱吗？筹不到的，筹不到钱的，一部分都筹不到。所以说我。然后现在价格就是，你现在这个房子你现在卖的话，你113最底价了，200万的成本到现在113，接近一半了呀。所以吧，买这个房子就是个坑。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坑，当时房价而言，在这一块确实还算是便宜的，对吧？要不然咱们也不可能说是大老远的，你说买到这儿了，对不对？113价格还能少吗？108的，108啊。其实像咱们这种17年、18年的次新房啊，装修的这么好，如果说您这边真的是一定想把它卖掉的话，你的亏损绝对不大，108可能还差一点，可能现在你可能心里是有点不好受啊，是不好受，对吧？但是我跟你讲的也是实话，你说咱们100万了，咱们这10几年、20几年，那可能也就是白干了，对吧？您看这样行不行？都是有心的。是这个房子我有点舍不得，买在那里靠到那看着湖，看着路上的车，真的是蛮惬意的事，蛮惬意。这房子住肯定是住的舒服，这个房子很舒服。对，真的我想买这个房子。那咱们说，虽然说是在3环外，但我们从这里到塔子湖，你可能也就是骑电瓶车只要几分钟，一脚油门的事情，对吧？在后湖那边上班，在江岸那边上班，其实住这个位置，过去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情。环境就这么好，99，要不您商量一下？就是加一点，好吧？加一点，过100心里虚不些啊，凑个整，想凑个整是吧？过100我心里虚不些，真的兄弟，帮忙！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大哥，帮我过个100，我心里虚不些，好不好？不是大哥，我们也是过个100，别个买的不起亏。兄弟，那就我帮您试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就凑个整，帮我过个100，我怎么？行，那我们就试一下，好不好？您别激动啊，别激动啊！过个100，对，因为我们也是在征求您的意见，好不好？是的，那就是咱们就凑个整100，对，我就帮您去试一下，看咱们这么好的，找个有缘的人，对，这句话真的是好，看咱们这么好的房子也好，对。我过个100，看咱们这么好的房子能不能找到有缘人，好不好？您别激动啊，大哥您别激动，拜托。行的话我们就做个总结啊。海昌天蓝市区白鹿湾，2018年交的房，2023年装了修，住了2年，后面也可以看湖，前面也可以看湖，南北通透的户型，在开发商的精装修基础上面，自己就掏了30个重新装修。面积是122平，刚才大哥也说了，因为这个房子现在确实是亏了太多，然后贷款可能压力太大，100万一口价，咱们把它处理了算了。电视机、沙发、冰箱和床带走，其他的全部留下，你看行吗，大哥？可以啊，行的话我握个手啊。对吧？这房子200多万买的，对吧？120多平，面积也不小，而且关键是两边都能看湖啊，绝对的是湖景房啊，360度湖景房，景色肯定是不错，对吧？这个房东啊，挂牌价118万，降到113万，后来降到108万，降到105万，现在只求能保住100万，装修加上对吧？首付呢赔了多少钱了？100万都贵啊，实话实说，对吧？122平，你只能拿6、7千这个价格往出卖，你饭都没得吃了，你看。
看湖有什么用啊？对吧？你就住在湖上，那你做个渔民，对吧？你就漂在湖上，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能看到湖景、山景，那都是吃饱了之后，对吧？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你收入根本就不愁的时候，才会滋生出这种需求啊！你现在连收入都没有了，对吧？饭都没得吃，你现在满眼看到的应该是馒头。2021年我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武汉就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们聊天，当时他就在武汉买房子，一套一套的买。那个时候武汉还限购啊，他们不知道搞什么关系啊，能够买房，然后不行就找人代持炒房子。我那个时候我就建议他赶紧卖，只留一套自己住，剩下的全部卖掉，一套的就住了一套房。他听了我的，他听了一半，哪一半呢？他就不再买了，就是找人代持再买再炒。但他手上的房子他也没卖，现在也卖不掉了，现在降价也卖不掉，没人问他，租也租不上价格，彻底的变成鸡肋。它跟北京的核心区的房子它不一样，北京的核心区房子它也降价，但好歹你要不卖的话还比较好租，就是核心区的房子啊，租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你就把它租出去，对吧？就收租金，忘了它的价格也挺好。但是如果你一个房子你又租不掉，对吧？完了之后又卖不掉，挂上去没人问，完了物业费你还交，也挺闹心的。今天这个经济观察报啊，告诉我们，原来豪宅啊不是像别的媒体吹的那样日光，那恐怕都是宣传用的，纸包不住火啊。我要想，如果经济观察报说的是对的话，那房地产惨烈的时候还没来呢，对吧？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迎接这个房地产的暴风雨吧，因为这属于弄虚作假呀。这就像那个胡适样的那个龙头是假的嘛，这个寒武纪，那你说这个对这个胡适这个科技股的打击多大嘛，对吧？如果有人证明说，哎，上海这个楼市什么所谓的日光，那都是宣传的，都是假的，那你要想想，这对楼市的信心的摧毁。所以我说啊，如果经济观察报报道的没有问题的话，是实际情况，那么这个楼市啊惨烈的时候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这些拿了很多地的央企拿了地消化不了，对吧？说来说去也轮到他们爆雷了，因为前面民企爆完了，对吧？连万科都岌岌可危了，后面就是央企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